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。今天是2025年1月15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，聊聊中国的房地产。咱们先看看碧桂园，这个碧桂园终于亮出了自己的财报。中国房地产报报道叫重磅，碧桂园补发财报亮家底。1月14号，碧桂园控股有限公司补发了2023年年报及2024年中报。业绩报告显示2023年该公司录得4010亿元收入，同比减少6.8%，因大额计提、存货减值准备等原因，录得税前亏损。2024年上半年亏损收窄至108亿元。接近碧桂园的相关人士透露，预计2024年全年该公司可实现大幅减亏，也就是他2023年年报里面把该亏的都给他一把提掉了，那么2024年年报这个亏损就要减亏啊，就亏的少一点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值得关注的是，截至2024年6月底，碧桂园仍有741亿元的净资产，为未来的复苏及发展奠定一定的基础。碧桂园表示未来将继续围绕保交房、保经营、保信用三保战略开展工作。未来该公司仍有20万套的交付任务，境外债务重组方案已在日前发布，而境内债务重组亦在筹备中。这个为什么2023年亏1700亿呢？刚才也说了主要是基于会计谨慎性原则进行预提减值。这个减值我也没看到报表它怎么减的，但是大家想象一下，一个碧桂园手上盖好没卖掉的房子，我估计这个也得减值，因为房价在跌，已经卖掉的那不要紧，他没卖掉的那些。第二个就是他手上的土地，他有些地还没开发，那地恐怕也在减值。第三个就是碧桂园自己自持的物业，他自己还有一些物业比如酒店、会所、底商等等，这玩意因为现在价格都在下行，资产价格在下行，所以他都得减值，直接减1700亿。我在想碧桂园从它上市到现在，它的利润有1700亿，这个可是一夜回到解放前，辛辛苦苦10几年都是白忙。第二个，他说他净资产还有700多亿，因为他这个报表没有做审计，就是没有审计机构给他背书，他是自己自说自话，所以信则灵，你要相信他，那这就是700多亿，你要不信他，反正也没招了。他说他净资产还有700亿，什么意思？就是把负债跟资产一减之后，他还有700多亿，不是资不抵债，就这个意思。关于碧桂园，前重庆市长黄奇帆他有个评价，大家看视频。碧桂园在马来西亚发神经，搞了个2000万平方米的一个开发区。我在大概5年前看到他这张规划图，一看我就知道碧桂园一定要不了几年倒闭。神经病，发神经，本来干得好好的，忽然发神经去干这么个活。恒大在中国南通搞了个1500万平方米的小区，在海南岛、海花岛也搞了个1000万，恒大也进入灾难的窟窿里边。所以总而言之，开发商这些不规矩的、不规范的、一根筋吊着发疯的行为，都会今后逐渐会减少。按他的话说碧桂园就是发神经，跑到马来西亚搞了一个叫森林城市，跟恒大一样。恒大在南通靠近上海的边上搞了一个什么，也是造城，1000多平方米，1000多万平方米。我们按平均100平米一套房，1000万什么概念？那就10万户，按每户住3个人，那就是容纳30万人，它不就是造城吗？你说你凭空造个城多难，也不能怪老黄说他们发神经呢。根据这个碧桂园自己公布的这个报告，碧桂园还有9000万平方米可出售房源，还有140万个车位。乐观的人呢，会看到这家房地产公司手上还有这么多货，140万个车位能停140万辆车。我记得我可能把这数记得不太准确，我看陈联会的数据，咱们一个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是100万，那全国的所有新能源汽车企业开足马力生产一个月，你都停不满碧桂园的车位。9000万平方米的可售房源，按100平米一户的话，还有90万户。你乐观的，你可以看到他还这么多资产，不担心。那这个是有利于债务重组的。毕竟人家手上还有这么多货啊。但是悲观他就会想，你这么多卖给谁？你那90万户，对吧？90万套房子都在4、5线城市，你打算卖给谁？你那个140万个车位打算卖给谁？他是2023年年报，净资产还有740亿。那你2024年，因为你还进一步减值，没卖掉的房子还得减值，你再拖一年，今年2025年卖不掉。
掉，你还得减持，净资产不断的缩水。我们假设它的财报是真的，它那个资产是连年缩水，但这个债是不变的，这边的负债只会增加，因为它有利息，然后它这个员工开支，它有税，它有营销费用，人吃马喝的，所以它负债这边是连年增加，资产这个是要缩水。也就是2023年那个时点，如果它净资产是正的，那么2024年它有可能就是资不抵债；如果2024年它还是正的，那2025年那就有可能是资不抵债了。这个道理大家就明白了。这是碧桂园，有很多人说碧桂园活了，这是典型的就不懂房地产，就不懂上市公司，既不懂房地产也不懂上市公司。我看到的是碧桂园现在叫死马当活马医，能喘一会儿是一会儿。另外一个就是万科，进入2025年，这个万科可就是麻烦不断。首先是万科的遭遇股债双杀，就是今天深交所公告，20万科06债券盘中成交价较前收盘价首次下跌，达到或超过20%，已经跌到46元，它面值是100元的。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债券交易规则，关于对债券匹配成交实施盘中临时停牌有关事项通知等有关规定，本所自今日14时45分29秒对该债券实施临时停牌，于15时15分30秒复牌。本所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，理性投资。特此公告深圳证券交易所2025年1月15日，股债双杀。自从恒大暴雷以后，暴雷的房企都经历过股债双杀。反过来说啊，经历了股债双杀，后面大概率都是要暴雷。大家一定要记住了，我们在这分析都是看一些材料，看一些报道，凭自己的经验和阅历去分析。人家资金就是这些机构，这些因为炒债券的都是机构，这些资金他们是真的要去调研的，他们的无论是资讯信息渠道，这个信息的叫完整都比我们强，他们的分析也会比我们强。所以你要看到资金在跑路，那就说明它出问题了。这资金是最敏感，某种程度上像我们那是后知后觉，因为你没有第一手资料。所以一旦一个上市公司股债双杀的时候，只能说明这公司出问题了，只是还没有报道出来，我们只是等到它报道出来才知道。如果大家细心一点的，你就会在最近很多媒体都在报道，网上也流传。首先一个，已经有人开始赌万科中心讨薪。我今天还看到一个视频，我记得我保留了这个视频，但是好像一会儿这些全网都搜不到了，删掉了。陆续都有传言农民工向万科讨薪，还有供应商在向万科讨这个应收账款。这个我想大家这个应该不会感到奇怪，到了年底不是讨薪就是讨账嘛，大家都要过年。我记得融创啊，2021年11月份、12月份那个时候它还没有暴雷，但是咱们说它要暴雷，为什么？大家还记得吧？融创它老说它账上还有1400亿现金，但是供应商的商票几万块都付不了，然后他把那些供应商的叫去，你这些商票不要去兑付，我这个商票我给你写个承诺，你过半年我给你钱，给你多少，你先不要去。商票票据不是一个交易中心吗？你一查就知道这个到期没付。我记得专门做过这个节目，你既然账上还有1400亿现金，为什么人家商票这几万块你付不了呢？这不就说明他现金流断了吗？但是他自己还硬撑着说他没事，对吧？结果过完年纸包不住火了，说暴雷就暴雷了。万科也一样，如果你有钱，你最好把这些欠薪，把这些小的供应商、大供应商好商量，给人结一部分，小供应商给人结钱，让人家好过年。我们再看看这万达，这万达啊也是日子越来越难过。财经网报道说万达新增一条股权出质信息，就是王健林出质大连万达集团所有股权，质权人为珠海万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出质股权数额为240万股，占所持股份比例达100%。企查信息显示，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，法定代表人为王健林，注册资本为10亿元人民币。什么意思呢？王健林持有大连万达集团100%的股份啊，他把这个大连万达集团100%股份质押给珠海万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，股权已经质押出去了，说明王老板真的是山穷水尽。企查显示，当前该公司存在多条股权冻结和股权出质信息。王老板2025年刚开年就遭到暴击，所以2025年那大家就等着吃万科和万达的瓜。但是我还是那句话，不能因为万达、万科现在身陷囹圄，你就说这两家公司不行。覆巢之下安有完卵。咱们一直说这个债务是刚性的，就你
企业欠钱借的钱、工资、应付账款、契约的，那都是刚性。但是你这边的资产那都是弹性的。现在资产在缩水，资产价格在下跌，你这边的负债不仅不能下跌，还要增加，因为你的违约金、利息人吃马喝的。这边的资产在缩水，而且还在缩水，不停的缩水。你说谁能扛得住？哎，如果资产缩水，但是我经营状况很好，我现金流这也可以能扛啊。比如说全国400多家万达广场，它的经营状况很好，虽然这个万达广场不值钱了，价钱越来越便宜，但是我客流非常多，人流如织，那也行啊。问题是商场都没人，很多商场2层以上都是黑乎乎的。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场都已经开始全部整成那种餐馆。如果你有心，你可以想一想10年前商场都是什么布局啊？10年前的商场布局都是最上一层和最地下的一层是餐馆，最地下的一层一般都是那种集体餐馆，就那种大众的更便宜的吃快餐，最上面2层一般是饭店，1层、2层、3层这都是黄金位置啊，都是那些第1层卖珠宝，第2层卖品牌服装，第3层卖童装什么之类的，第4层、第5层是餐馆、电影院、游戏厅，一般都这么布局。但是现在已经变了，原本放在地下的这个餐饮，它也给它整到楼上去，在地下太憋屈。也就是说，现在商场全靠吃饭的来引流，你这些本来就吃个10块20块的这种拉面的，本来是直接到商场往地下一钻，吃完了走人，现在让你辛苦一下，也是上到5层、上到4层，得带动一下客流啊。地下都改成什么游乐场、儿童什么游乐园之类的，说明商场现在经营是越来越难。哎，这也是我说的万达为什么救不了的原因。哎，这也是为什么王老板越来越瘦，无计可施。他那些资产想甩卖，他400多个万达广场能卖的、价钱合适的，已经被那些险资买走了，剩下的恐怕都是不好卖的，连险资他都不要，要了赔钱。我们再看看这个楼市低迷对房地产的从业人员造成的影响。今天有媒体报道说，1年时间房地产业少了44万人，你可以理解成少了44万个岗位，或者按照马云的说法，房地产行业向社会输送了44万个人才。说上周五建发内部组织架构进行了一场大变动，这个建发也很厉害，最近拿地拿的比较多。原华东集群武汉和黄石被划入东南集群，原海西集群的南昌被并入东南集群，华东集群取消济南几个事业部，合并至苏北事业部。这次架构是一次平衡的艺术，调整后3大集群变得均衡，曾经货值最小的东南集群版图一下扩张，赶上华东集群，而建发的华东集群近2年业绩低迷，上海项目去化较差。与此同时，建发的3个集群总经理换房，这是建发几乎和建发同时，绿地内部也在大调整。这个绿地就是那个已经暴雷的上海的房企，这个房企调整组织架构无一例外，恐怕都是遇到了困难。碧桂园暴雷之前也是调整架构，大区合并，然后裁员，万科也调整架构，融创也调整架构。这个黑马建发调整的目的是收缩，过去几年日子不太好的绿地调整的目的就是保孙层。一位绿地浙江的朋友说公司业绩差，现在事业部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项目，每天忙的都是维稳交付，应对政府核查，合并也在所难免。绿地去年新增的房地产项目只有1个，江苏南通海门一块商住用地，总地价5.43亿。到了年底年关，很多房地产公司迫不及待的调整组织架构，也就是合并裁员。这个大悦城也已经开始裁撤南京区域公司、西北区域公司和海南区域公司。调整之后，大悦城只剩下北方、华东、华南、西南4个区域公司。这个大悦城这一次裁员调整离上一次调整只过了8个月。1月4号，招商地产也传出了组织架构调整，华东区域城市合并，杭州公司更名为浙江公司，宁波公司调整为事业部，划入浙江公司管理。调整后，华东区域下属城市公司包括上海公司、浙江公司、福建公司。根据前不久第5次经济普查结果公布，5年间开发企业从业人员减少27%。2023年1年时间，房地产从业少了44万人。这个新年献词里面，绿地集团的张玉良他在给员工的这个信里面，他说，由于受到大环境的影响，一些曾经作为企业做出过努力的员工离开了绿地，还有一些员工收入没有得到增加，在个人生活及事业发展上面面临一定的烦恼和困惑。对于这些问题，我深感遗憾和歉意。这就是老板张玉良说的肺腑之言。不管这么说这句话还是显得比较真诚，因为毕竟
竟别的房地产公司老板还没有说这话呀，还在给员工打鸡血。虽然工资发不出来，虽然奖金那儿没有了，但是还是要求员工坚守岗位，要保交楼，要这样要那样。这个张总好歹来了一句深感遗憾和歉意，房企暴雷的多了，裁员的更多。有谁为此负责任？这个少了44万从业人员，指的是房地产开发公司的人。如果你要算上建筑公司的，算上农民工，你知道要少了多少？恐怕几百万。我们再看看这个专家怎么看待楼市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研究院院长盛松成他说，未来1-2年房地产或将止跌回稳。这个专家说的很有意思啊。他们现在主流媒体很多地方都自称呢，当地的楼市已经止跌回稳。但是盛松成他说未来1-2年房地产或将就是也许会止跌回稳。他说的理由，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规律变了，从2021年7月本轮房地产市场下跌的起点开始，并持续至今的调整，是我国房地产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重要过渡。未来行业的发展和要求和发展规律将完全不同于过去20年。在过去，无论是2003年非典疫情期间，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，房地产都发挥了稳增长作用。这在当时是一举两得，既改善了人民生活，也加速了国内城镇化进程，促进了经济发展。因为当时人均住房面积较小，而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，房地产市场运行的底层逻辑发生转变。从均衡发展角度来看，我国未来不可能再通过房地产大幅拉动经济增长，而我国人均住房面积已接近美国的2%，而人均 GDP 仅为美国的1/6。这个盛松成认为从目前来看，房地产行业遇到的最难的问题是有效需求不足，市场初心仍不彻底。2021年我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8亿平方米，而2024年预估只有10亿平方米左右，3年里下降幅度达到44%。这意味着行业产能大量闲置。即使房地产行业本身进行了调整，缩小了规模，但是过去房地产发展高峰期积累的土地仍然面临较大的去化压力。专家说的比较含蓄，面临去化压力，说白了就是韭菜没钱买房，有效需求不足，实际上换种说法就是韭菜没有钱。住房有需求的想买房的他没钱，而有钱人他也不想再买房了，因为他房子够多，就这么个情况。我们再看看香港汇丰银行说香港写字楼租金未见底，今年料再跌7%到10%。汇丰研究预测香港写字楼租金今年继续下跌7%到10%，并认为市场尚未触底。虽然近期写字楼租赁需求有所改善，但不足以抵挡供应过剩的影响。未来新增写字楼供应，例如西九龙高铁站上盖吉利园8期项目将进一步推高空置率，预计最快2026年下半年新增供应才会减少。我在想，连香港的这个写字楼租金都要下降10%，香港的写字楼租金比内地高得多，那地方真正的是寸土寸金。这个是从侧面也说明香港的经济遇到问题。香港写字楼都还没有见底，那是不是说明深圳再到上海、北京是不是写字楼都没有见底？香港还下跌10%，北上广深恐怕还不止10%。当然也不全是坏消息，现在有个好消息，这个上海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8.8万元，增长4.1%左右。这个上海市召开人大会议，上海市政府的官员做政府工作报告，报告显示2024年上海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8.8万元，增长4.1%左右。上海人民有没有感受到，对吧？赶紧查一下自己的存折钱多没多，对吧？因为人家已经说了，你增长了4.1%。2024年上海的房价新房价格涨了多少？这个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是8.8万，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有什么感受？上海你看看那个4000万、5000万的房子，日光一天卖完。不管怎么说，让我感觉你人均可支配收入8.8万，那恐怕在上海也挺难的。17、18万、20万每平米的房子，人均可支配8.8万年收入，2年买1平米，你想买50平米的房子要100年。所以不管怎么说，这种算法不一定科学，但至少折射出这个房价确实扭曲，房价和收入之间相当的不和谐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